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形体台语安尼写，形体用比如间接的方式，讲开、讲酸、讲消遣、讲闹开、讲滚酸笑，都是形体。伊平时拢穿运动衫，今仔日反型穿西装，互人甲形体讲穿安尼进行董事长。伊咧讲形体手段真高明，表面上是拉咧滚酸笑，实际上是暗暗咧讲屁相咧讲笑体。形体加上耻笑嘲笑，恶意的成分增加，就是笑体。查囡仔人无代志，无一个款，穿甲安尼闹肉闹架，互人笑体袂输是咧趁食。若恶意的成分搁较悬，形体加上鄙视讽刺，就是屁相。有一句俗语：敢食敢长，唔惊人屁笑。高面皮一直食到腹肚碰碰，已经渐渐袂消减啊，嘛无要紧嘛，唔惊人笑，就是咧比如人贪财图利，吃相难看。形体的形，口经，伊犯着代志，互警察调去门口经，惊出着真侪人，但是翻起翻倒，假讲随犯口经。经是白音，文音读强，提强强硬。台语教典讲，这字有一个音敬，供奉的意思，像讲敬天公、敬树果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形体实在真趣味。